喂，
阮兄弟，大家平安。足久无风台啊吼，拄到，嘛真好，进前咱有靠换吼，即马有雨水，佫无风，只是风雨较大尔。毋过这是上帝所赏赐咱的好天气吼，即个雨水有润泽咱的土地，嘛吼，过人进前欠水，即马水库应该是满，互咱来感谢上帝吼。后来咱开始咱今日礼拜，咱做阵暗后来祈祷。阮会顶个爸，感谢你，即个好个日子，礼拜日，阮阁自执伫你个面头前，阮同心来敬拜你，求主个圣神也甲阮同在，互阮伫来礼拜中个信徒会当保守因个平安。虽然外口有雨，毋过阮共款有热个心来到你面头前来，求主你保守阮每一个人骹步。阮要开始今日礼拜，阮将今日以后个时间交托伫主你个手中，阮来祈祷，靠主耶稣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主里平安。咱即摆开始来操练咱的诗歌。第一首，咱先来唱新鲜诗233首。我真爱讲这故事。这首咱已经唱过第遍吼，所以咱就是可以直接来唱啦。来，第一集来请。我定实在免阁伤悲，其实对逐个人讲较陌生吼。我先听一摆吼，思听弹一摆。好，来，因为咱的歌词可能较歹念吼，咱来先来读第一集，好无？来，第一集大家请一起来念哦，来，请。
咱请第一集、第三集是兄弟来唱，然后第二个、第四，咱请姊妹来唱。好，来，咱先第一集。来，第一集兄弟请。第四节，请。天甲地，就是咱即个月的月神师，咱请苏金甲咱弹一解。创造天甲地，是疼人的天父；啥人创造人甲五花，是疼人的天父；啥人会互鸟食皮，是疼人的天父。第二节，啥人创造山甲海，是疼人的天父；啥人创造雨甲水，是疼人的天父；啥人创造咱大家，是疼人的天父。咱伊的歌词真好念吼，很容易这样念。来，咱来两节都唱，来第一节，请来。
你注意吼，那个伊的那个音程较无共款吼。来，咱第二站，再来唱一届好无？唱较熟的啦。来，第二站，请。你所竞选，予伊千群里踮伫你的院内的，即户人有福气。愿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即时，请咱来用圣诗，圣诗第29首，写人创造天甲地。写人创造天甲地，是疼咱的天父。写人创造日甲月，是疼咱的天父。写人画予鸟只飞，是疼咱的天父。请起立来吟全首。咱创造天甲地，是疼咱的天父。写人创造日甲月，是疼咱的天父。写人画予鸟只飞，是疼咱的天父。写人创造山甲海，是疼咱的天父。写人创造雨甲水，是疼咱的天父。写人创造咱大家，是疼咱的
请坐。即是三甲因主的祈祷文来告别咱的信仰。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即是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55篇，也就是马太福音第6章。显着咱三甲来启应，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咧操烦。性命敢毋是比食物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建造，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敢无比因较贵重？恁哪着因为要穿啥物操烦？毋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得活，明仔载互人歇落火炉。因减袂搁较甲恁糟蹋，所以恁毋免操烦讲，阮要食啥物。遮个拢是外邦人咧追求的。着先追求伊的主权以及伊的旨意实现。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一日的艰苦一日长，即是咱搁来吟诗，圣诗第106首。圣诗第106首，我担实在免顾伤悲。我担实在免顾伤悲。通欢喜，通欢喜，因为我主对死国起。通欢喜，通欢喜，伊答国我以后无死，我心深信拢无谣疑。袂禁着跳，学乐吟诗，通欢喜，通欢喜，请起立来吟全首。实在免顾伤悲，通欢喜，通欢喜，因为我主对是个是。通欢喜，通欢喜，伊答告我以后无事，我心真实拢无犹豫，袂禁着
主愿我不行，献高音，献高音，但求信心在我关于，好在地背对主的灵，需要主的天主心笔，愿高音，愿高音。请坐。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献上阮的感谢。虽然外口天气有雨，但是因为落雨，互阮会当有搁较互阮要使用的水无欠缺。感谢你赏赐阮的灵食，互阮的生活每一工拢有你的恩典。9月份已经有侪学生开学，面对新的一年、新的学期，甚至是新的学校，求主你看顾遮个学生，伫学习路途有你的引带，无论是课业，也是伫甲同学的关系，拢会当有你的智慧来面对。教会中有侪身体欠满的兄弟，求主医治因。伫因失落的时，互因力量，有对你来的仰望，也互照顾因的人有气力来陪伴，诚做因生命中的天使，帮助因。肺炎的疫情已经经过足久，虽然现在已经哪来哪平稳，但是阮犹原袂当看清遮个病毒。求主继续看顾台湾的疫情。阮身边也有因为肺炎身体无爽快的兄弟，阮献上祈祷，求主互因的病痛紧紧来恢复。伫9月底，阮也要举行野外礼拜。伫古早时，阮的前辈是经历足辛苦的路途才入巴主。希望透过即摆的活动，会当互阮掠着前辈的脚链，重新来面对阮的信仰。过一摆甲主相拄。今年感恩节要邀请教会兄弟透过生命的见证分享主的恩典。阮将一切的准备摆列伫你的面前，求主你带领有感动要分享的兄弟，嘛互因的分享诚做祝福，诚做别人的根顶，跟照大家的性命。也求主照着感恩节的活动，互也未认捌主的人进一步得着福音，互教会诚做福音的中心，将主你的疼传播到逐个角落。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即时来看一位的圣经，记载伫耶利米书第18章第1节到第11节，伫旧约的第853页。耶利米书第18章第1节到第11节。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讲：你起来，落去烧毁人的厝。我伫遐要互你听我的话，我就落去烧毁人的厝，拄等伊沿轮咧转，做伊的工。烧毁人沿途做器具，伫伊的手若歹去，伊就用迄块土另外做别号的器具，照烧毁人所看做好的来做伊。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讲。耶和华讲：以色列家啊，我款待恁，减袂话亲像即个烧毁人的所做吗？以色列家啊，
讨伫烧毁人所的手中怎样，恁伫我的手中也是安尼。我什物时论到一族，也是一国讲，我要甲伊背起来，甲伊拆毁，甲伊毁坏。我所讲的迄一族，若反悔离开伊的歹，我就要退火，所想要讲互因会知的。我什物时论到一族，也是一国讲，要建立，要裁正。因若行我所看做歹的事，毋听趁我的话，我就要退火。我所讲要互因的福气，呾你着甲犹太人甲徛起伫耶路撒冷的百姓讲，耶和华安尼讲：我必办灾的攻击恁，也说计无攻击恁。恁逐人着外头离开伊的歹路，过正恁的所做，恁的所行，恁的所做。即时请圣歌队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是我要加目山。
讲道今仔日科目书的题目是改变心意。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搁一届咱来到圣殿，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每一天的引带，每一天互阮伫你的恩典的内面。虽然即时风台经过阮身躯边，阮感谢你赏赐遮的雨水，互阮会当来使用你所赏赐的恩典，互阮伫一个炎热的天气了后，主你的恩临降到阮的中间。即时刻，阮自责要来听你的话语，阮开阮的心，愿你信心进入到阮的内面，互你的话成做阮的帮助。愿将以下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亲身引带阮，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伫咱每一天的生活中间，我毋知咱有计划好讲，我今仔日要安怎来过？咱是毋是已经有预定咱今仔日所要做一切代志？也是讲，咱有一礼拜、一个月、一年的计划伫咱的身躯边呢？咱若用较久长来看，你对你人生的规划，你有甚物款的做法无？最近学校要开学啊，陆陆续续为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我就咧想起，当我细汉的时阵，我的父母就开始对我开始规划，就开始讲，你要开始你的人生要安怎？咱想要安怎来行？咱对咱的囝、咱的孙，其实拢有共款的期待伫的。所以咱看囡仔开始，因要开始学啥物？学足侪才艺的。所以我细汉嘛学过，我学过钢琴，总是我甲即马五线谱拢总袂记的。我学过足侪项的，但是呢，拢知影尔。总是父母替咱规划一下的。一直到咱国小、国中、高中的时，咱才会开始想，咱个人才会开始想讲，我将来要安怎行？特别即摆的高中，哇！我看到因即摆什物108课纲，遮一切，其实对我来讲，真正我遮个囡仔，因已经咧开始选择因未来的路途要安怎行。昨学校有一个家长日。迄个教务处的主任就开始解说，未来伊囡仔因咧生活遮等无共款的遮的方式。我就咧想，我以早干那一项考试联考，所以咱人生的规划要安怎行？其实咱已经咧开始做咱人生要行的方向。不过未来是安怎？咱拢伫咱的计划内面，咱咧想，咱咧做，所以咱的人生的道路，敢若亲像咱照咱所规划迄个剧本，咱一步一步去行。我毋知大家敢是照着你过去所规划咧行咧？敢真正会照安尼一步一步去行咧？咱的人生，咱的路程，咱咧行的时阵。有时会因为咱家己的即个状况，也是大环境的因素，会互咱原本所做遮的计划呢会改变，也是有调整。所以呢，就改变了咱原本要做的即个心意。我咧想，毋若是咱人生，有时伫咱的信仰顶面嘛会安尼，因为耶稣也是讲上帝。甲你初信的时阵，甲你实际入来的时阵，迄个有想象顶面的迄个落差伫咧，有可能甲你所想的无共款，有可能你有一个真奇妙的经历，所以咱对信仰就会无共款的看法，伫无共款的情形下面，
拢有可能改变你对上帝的信心。所以，咱人会改变，那呢？上帝对咱每一个人的心意是什么呢？今仔日咱读到耶利米书，耶利米是伫主前大约7世纪到6世纪迄个时间受上帝呼召一位先知。伊做先知的时间真长，约西亚王、约雅斤、西底家加所有王，伫耶利米遮尔长的一段时间内面，耶利米看到上帝要安怎警告伊的子民。这个子民因为拜偶像犯罪，这个子民伊的国家受到严重的灾难。耶利米亲身看到伊所预言的一项一项实现。耶路撒冷陷落伫巴比伦的手中，犹大王甲百姓互掠去到巴比伦。所以，咱今仔日所读的耶利米书18章开始，一直到20章，是一段记载着犹太人的历史，以及犹太人灭亡了后，互人掠去做迄个俘虏的一个代志。所以，这个时间大约伫主前605年左右，伫约西亚王做王的迄个时代。咱若对历史来看，当时的犹大王约西亚，伊可能是要伫亚述帝国甲埃及中间，伊要想要家己会当独立起来。所以伫迄个时阵发生一件代志，约西亚王出兵攻打埃及。埃及迄个时阵是要为着巴比伦的手中，要来抢转迄个伫哈兰即个土地。所以，伫迄个时刻，无想到犹大王约西亚，伊阻止了埃及去援助即个亚述。即个军事的行动，致到互犹太军队行动失败。伊就上尾，即个王约西亚王伫即件的攻击的内面，攻击埃及的即个军事的行动中，丧失了性命。嘛，互埃及有一个借口，爱因赔钱，而且上尾成做埃及的附属国。先知耶利米伫即款真动乱的背景的内面，伊出声，伊咧传讲上帝的信息。伫迄个时刻是真侪人无爱听到这个话，所以咱通想象一下。耶利米伫即个混乱的世代中间，伊的处境实在是危险的，因为伊讲出侪人无爱听的这个言语。迄当时的人，因爱听的是遐虚假、遐欺骗的话语。耶和华上帝知影，伊知影当时人的心内咧想什么，所以上帝就爱耶利米去做非亚人的手中。就是制造非亚的人的即个工厂的即个内面，上帝要照着这制造非亚的即个过程，耶利米讲话。所以耶利米就去到迄个做非亚的人的厝诶，看见即个做非亚的人，伊当咧洗即个放伫即个非亚土顶面即个盘，伊咧制造一项器具。就耶利米来看，即个制造非亚的人，伊手中遮个土，也是讲伊要形成的即个器具，看起来无啥物问题。总是即个制造的工匠，伊看到手中遮个形，伊感觉无完美，就将迄块土捏做伙。原本要做杯仔，甲捏做盘。原本要做滴水的管啊，甲捏做即个鼎。对即个制造的人的手中，重新互塑造起来，成做即个制造人心目中另外一个器具。所以迄个时阵，上帝对耶利米讲：
兼讲我袂当照着制作肥仔人的即个手中处理伊手中的即个土的即样式，来处理恁遮的以色列人吗？因为恁伫我的手中，就亲像迄个土伫做肥仔人的手中共款。上帝互亚利米知影制作肥仔的状况，互亚利米会当对以色列人讲出上帝的启示。咱咧想，制作肥仔人会当照着伊的心，伊所看的，照着伊家己的意思，将所要捏出来即个形，制作成器具的模样。伊的目的是要完成伊心目中迄个完美的形象。各位兄弟姊妹，上帝是创造宇宙的创造主，伊亲像做肥仔的人共款，伊要接互咱每一个人照着上帝伊家己心目中来所会当欣赏的角度来塑造一切的器具。所以，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亲像一个工匠共款。伊对伊的作品有绝对的权利。要做即个作品会当呈现出来，伊有一个掌控。伫咱的生活中，也是咱使用伫遐肥仔的时，咱想咱厝内底迄个橱仔内面，每一项的器具，拢有伊的功用伫的。即个功用伫设计的开始，已经就伫即个做肥仔人的心目中。那安尼来看，上帝创造咱每一个人的时，当咱还未出世之前，上帝就将咱每一个人拢设计好啊。咱每一个人伫即个世间的功能嘛，拢设定啊。我想咱细汉拢应该算过迄个粘土。也是讲，咱伫田边啊，耍迄个龙沟仔妹，有可能咱嘛去过英国去体验过迄个安怎做肥仔迄个过程。咱咧想，伫田里，也是咱去买来，迄个粘土，也是伫英国，咱所用的遮个原料，其实拢无共款。不过，咱会当对遮所有的材料中间，咱会照咱的意思去捏出一个形象、形状出来，一步一步，咱做出一个杯仔，咱做一个碗公，也是盘啊。有可能伫你的制作的过程中间，无法度照你心目中所想的迄个器具做出迄个形，也是讲咧烧肥仔的过程中间失败啊。我想真侪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迄个原料无适合来做即项器具，因为原料无同，伊只有做真做别项的即个器具。原料的本质，互即个做肥仔的人无法度做出一个真满意的作品的时阵，做肥仔的人只有将手中遮的土，整做另外一种器具。各位兄弟姊妹，咱的一生拢一直咧受到上帝的塑造。咱嘛渐渐大汉了后，咱知影讲，咱家己有甚物款的运势。伫咱生命的一个整个历程的中间，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有自由，有一个意志伫的，互咱会当去学习要安怎来选择，要安怎来决定。无共款的选择，无共款的决定，会有无共款的过程甲结果伫咧。咱伫信仰顶面嘛是安尼，所以有时咱会讲，咱回头去看看啊，早知影我就安怎，早知影我即马就是安怎。其实无论是倒一项事，现在讲早知影，无法度改变咱现主时的状况。咱若对信仰的角度来看时，无论咱是毋是早知影，上帝对咱人的心意是永远袂改变的。迄是因为上帝定义，
咱每一个人甲伊爱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伫咧。这个真重要，就是上帝爱伊所创造的每一个人。所以，咱看到今仔经文的时，当犹大国对君王甲百姓去拜偶像、离开上帝的时，上帝爱耶利米讲出上帝伊要做的遮个作为。上帝宣布，犹太人无论伫什么时关，因为拜偶像、因为犯罪，做上帝看做歹的事的时，上帝伫迄个时刻，就要甲因铲除掉，要甲因扳掉，要甲因破坏，要甲因拆毁，伊要摧灭一个国家、一个族。咱就看到上帝对亚利米的命令是，尤其是互亚利米的使命。伫第2章的时，伊呼召亚利米安尼讲：今仔日我授权互你，你要用万国万民做一个军队，拆毁、破坏、推翻中建甲财政的工作。这是亚利米接受到上帝的命令。我就想到，有侪人咧讲，当我咧读圣经的时阵，特别咧读旧约圣经的时，拢看到上帝咧受气，拢看到上帝真严厉，上帝定定咧处罚人，上帝不时就想要甲人毁灭，也是讲糟蹋这个国家。咱若是看到这，咱就无去看到上帝对咱人的心意。伫第8节。上帝讲：若说迄个国家离开，而且弃绝遮所有一切罪恶，我就退火。咱当初读经文是退火，实际上的翻译应该是更好的是，我就回心转意，无讲灾祸。回心转意，意思就是上帝要改变处罚人的这个计划。转到原来要让人实行迄个稳定祝福的一个计划内面，这个中间一个真重要的重点就是，咱人的选择，咱选择离开这个罪恶，就会甲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咱若无离开，咱就甲上帝哪行哪远，咱就互这个罪恶所限制伫的。离开罪恶。上帝要互这群人受到财政建造，照着上帝主爱、公义，领受上帝恩典，成做一个受到祝福的国家。所以，咱若用这个角度来看的时阵，咱看到的是上帝是一位充满怜悯的上帝，因为伊会因为人会改变，咱改变要去军队伊的美善的时。上帝就回心转意，改变伊原本要实行迄个真受气的惩罚的这个计划。处罚毋是上帝无爱治人，处罚毋是讲上帝就放你去啊。处罚的目的是爱咱人知影上帝对人的爱，上帝期待咱人每一个人拢会当伫伊的恩典的内面。所以，咱看到经文，上帝安尼甲亚利米讲，那迄个国家无顺服我，不服从我的时，无要插我所听的话，因若咧专门做遐歹的代志，行邪恶的行为的时，那呢，我就要改变心意。改变心意就是无用自爱、享受福气的方式互因。要取消原本对人的疼，对人的这个恩典，互因对这个计划中离开。所以，咱当看到上帝改变心意是对人计划的方式的改变。上帝改变心意，毋是改变上帝本质，毋是改变上帝形象甲样式。上帝改变心意。是要实现伊对咱人的这个听恩典的实行。上帝改变心意，是要咱人知影，爱咱知影罪恶，爱咱知影讲，因为咱
犯了罪、离开上帝时，上帝透过处罚来互人明白上帝对咱的疼。所以，当耶和华上帝对耶利米咧宣讲伊的计划，而且爱耶利米去甲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人民讲，上帝要打击因啊，准备要来处罚因的时阵，迄是因为因一直做出罪恶的事，因为因去拜其他的神明，偶像无遵守上帝的诫命，违反了上帝的公义。所以，上帝甲耶利米讲：你爱去苛刻因，爱用停止迄个做邪恶的事，唔通搁再犯罪啊！所有伫犹大耶路撒冷的人民，拢爱改变因的所做一切行为，唔通搁去做遐上帝看做歹的代志。爱因对心内、对灵内面，真正来顺服上帝。所以，这个改变唔是外口的行为的改变尔，这个改变是对因的心内、对因的灵内面，来开始真正顺服伫上帝的旨意。一生的果效是对心所发出的。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也对经文中间，你敢若看到上帝真严厉的刑罚的时，有可能咱就失去迄个稳定啊。因为上帝袂去改变伊对咱计划迄个上尾的目标，若是会改变，迄是因为咱人对上帝的态度，互咱对上帝离开远远的这个态度，互这个计划的方式会变动。其实无论安怎变动，拢是要将咱人带转去到救赎的计划内面。那呢来看，伫旧约的上帝是互咱人有机会去认罪悔改，互人有时间知影讲咱所犯的这一切罪行。伫旧约的上帝是咧听候咱人愿意对心内去改变，而且愿意顺服伫上帝。所以旧约的上帝外表看起来是真严格的教导的一面，其实上帝有一个慈爱、温柔的心意伫这个内面。离开上帝教示，会互上帝改变对咱的方式。所以耶利米看到这个做肥仔人手中咧制作这个过程，伊用这个来说明描述上帝甲伊子民的关系，来描述犹大国甲上帝之间的互动。上帝会当对着伊家己的心意来改变伊原本要创造的作品，伫遐要完成的作品，互上帝来改变。这所有的原料，那毋是照着上帝原本的计划咧做时，上帝对整个宇宙万物的这个决定的这个管理，上帝要照着伊的方式，互咱人回去到伊原本。做肥仔的人的手中，迄个毋是互气杀，是改变。原本可能是会当制造出一个真高级的一个器皿，只是可能改变一个样式，来成做游园伫伊的稳定中间的器皿。当咱相信，咱就要完全来倚靠上帝，咱来听上帝教示，咱来顺服伫伊的心意的内面。若是咱无法做完全来顺服，咱无迄个完全顺服的心的时阵，咱无法度用这个心来面对咱甲上帝关系时，有可能咱会亲像耶利米咧讲的，这个犹大国因为犯了罪恶的事，上尾受到上帝的处罚。当犹大国受到处罚时，就无法度真正来实现上帝创造咱人伊原本的心意。
咱信靠上帝其实真无容易，因为伫咱的生活日常中间，咱人犹原是软弱的。有时咱会拄着困境，咱会拄着灾难。迄个时阵，咱会开始敲找外在的帮衬，咱会对咱上熟的方式，咱开始找，找来找去，上尾再来找上帝。咱会找人要来帮助咱，是要脱离这个困境。上尾咱找到上帝啊！嘛，真正上帝甲咱帮助啊！咱伫迄个困境中间，再去想着再去想着讲，上帝你伸手来帮助我，来救我。当即个困境过了后，当即个灾难过去，咱人真正是软弱的，咱会找逐项的理由方法，咱就甲上帝有一个距离啊！咱就离开上帝，咱就甲上帝放袂记啊！若是咱用即种的信仰的态度的时，这毋是咱真正来倚靠上帝，咱嘛毋是真正完全来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咱要安怎来对着耶稣基督，要来跟对上帝呢？除了咱每一工读上帝的话，咱来伫咱甲上帝即个关系建立的中间，咱每一个人爱去追求上帝互咱的心意，互你对你的心内真正顺服伫上帝主权的内面。因为伫上帝救赎的计划内面，咱每一个人拢参与伫即个中间，所以咱每一个人所做代志，袂讲拢共款，咱拢有一寡差别。即个差别是咧为着要成就上帝对咱人的计划，所以咱就爱改变家己的心，改变咱的行为。咱毋通互罪恶所影响，咱安尼就陷落伫罪恶的中间。所以，咱应该定义，咱只要跟对伫上帝的旨意，跟对伫上帝对咱每一个人的心意，跟对上帝的话语，咱才法度行伫真理的教导的内面。所以我咧想，当咱真正来倚靠上帝，咱会当活伫上帝创造咱、塑造咱的这个自由甲目的的内面啊！咱继续互上帝带咱头前的每一个路站，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愿知你是听阮、看顾阮。当阮无认捌你的时阵，你对阮每一个人心意，迄个目标是袂改变的。总是阮因为个人罪恶的影响，阮离开你。你用处罚的方式，要来拯救阮，带阮转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帮助阮，互阮袂陷落伫即个罪恶的试探的中间，互阮真正注目伫你的身躯顶，跟对着你的脚步。愿你引带阮的一生，互你的真理伫阮的内面，阮对心内完全来顺服你的旨意。愿主启示阮每一个人所领受对你下来的计划，互你的计划帮助阮行伫信仰的道路顶面。愿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时，请咱来吟圣诗，圣诗第533首。我真爱讲这故事，我真爱讲这故事，天顶奥妙的台，
论主极大的严根，以及伊大仁爱。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知事实，互我心安减知足，赢过芳华之蜜。我真爱讲这故事，上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新生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主。请起立来吟传首。我真爱讲这故事，一定后壁的台，论主极大的严格，已经比大人爱。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在细细。我心安减知足，赢过芳华之蜜。我真爱讲这故事，上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新生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主。我真爱讲这故事，若想若有滋味，世间大好送望，拢总感这袂味。我真爱讲这故事，伫这上大环境。所以无我所经过，人民来伫咧。我真爱讲这故事，上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新生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主。我真爱讲这故事，亲像乐器的声，逐摆若想若存去，若讲也若好听。我真爱讲这故事，世人真侪来听。用天圣经所记载，互伊叫人的声。我真爱讲这故事，上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新生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主。我真爱讲这故事，虽然听到是实，犹原来有那嘴巴，因无爱听到底，我伫永远的所在，已经体面的事。也是纪念这故事，不做人爱麻痹。我真爱讲这故事，上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新生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主。请坐，即时来奉献。
请坐。即是我来报告，伫报告的台先，请咱三甲来读今仔日的经句2遍。我所讲的迄一组，若反悔离开伊的歹，我就要退货。所想要讲互因会知的，耶利米书18章第8节。我所讲的迄一组，若反悔离开伊的歹，我就要退货。所想要讲互因会知的，耶利米书18章第8节。下周的圣讲分担，领唱是调1录张录，司礼曹明祥执事，司琴张路佳姊妹，献诗少年团契，司献郭金敦执事，林忠豪执事，交代郭金敦执事，谢义宏兄弟，音控李承勋兄弟，周宏邦兄弟，讲古经理是科牧师。来周聚会内容，拜三查经基督会要读的是但以理书第5章，主理是科牧师，司会是林忠豪执事。下主日礼拜题目是同齐庆祝，经文是路加福音书第15章第1节到第10节。圣诗启应文甲经句的部分，请大家家己来看。主理是科牧师。请咱先到周报的第6页，教会消息报告。第1点，感恩见证分享邀请。感恩节的音乐会要定伫11月19号举办，要征求兄弟来参与感恩节的见证分享。若是有意愿伫暗会中分享主恩的兄弟，请按干事来报名。第2点，洗礼前的信用课程，伫本主日礼拜后下晡1点到4点，欢迎有被洗礼跟信礼无道友来报名参加。第3点，主日学的桌球班、手作班2班伫今仔日开始上课。报名的费用是500块，请有意愿报名的到1楼柜台填写报名，并应爱与杨淑娟老师来交报名费。第4点，圣港事奉表，请各团契伫9月18号进前到下一季的聚会表予干事来进行圣港事奉的安排。第5点，10月2号要举行圣礼典，若是有要洗礼跟信礼的，请按干事摕报名表，填写了后交予牧师。第6点，奖学金的申请，欢迎成绩符合标准的来申请，总平均国中80分以上，高中级甲大专研究所75分以上，请伫10月2号进前将成绩单正本甲申请表交予干事。第7点，心灵主日学要2022年下半年度的心灵主日学教育团契组邀请教会内底的兄弟来分享因的信仰生活甲工作。时间是伫11点到12点，地点是伫旧堂。日期的部分，9月18号是蓝明辉兄弟，10月23号郭金敦执事，11月6号赖宏月兄弟，12月11号是林晶晶姊妹，邀请大家来参加。请咱继续为着教会软弱的肢体来祈祷，求主来医治。今仔日敢有新来的朋友？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有7位他们是我讲华语歹势，他们是一家人，他们从那个南屯的草屯长老教会来到我们这边，因为他们是可能就近找朋友，然后再就近就是找我们教会来过来
对，然后我们邀请那个爸爸的名字叫于信明，我们请他们一家人站起来，不好意思。对，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当中，对，请坐，谢谢。好，即时来迎上迎圣诗第389首，阿罗上帝至悬至尊，吟诗山请牧师祝祷。请起立。阿罗上帝至悬至尊，造化的主，万有万物，天地心上，地的万民，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恩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一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咱彼此请安。